当然有伊个关对啦吼，因为风平这两字，哦，原底就是在这个东调，哦，东调开始嘛吼，啊，伫咧东调的时阵，因为这个首都是建立在这个长安，啊，长安是较我这个西北部，啊，因为长安建就是一个首都，所以迄个所在的人口啊，会比较较老些。啊，因为来往往的人，啊，就是讲，若较好业，还是讲做大官的人吼，因拢买不了一寡马车嘛，安尼走来走去，啊，若无咧，伊遐搭咧做生意的人行来行去，啊，所以呢，因为伊即个所在呢，中南城即个所在，若准到黄昏的时阵，因为过去也无讲河东北角的红阿门头啊，无即个物件，所以呢，当若准到下晡的时阵，咱马车咧行来行，啊人咧安尼行来行，啊所当对不了有寡雨伞或者讲火干，吼啊风干火干，啊火干了到黄昏的时阵是头一个石的，啊这个山呢拢变成红色的啦，哦，因为咱若当时咧看夕阳的时阵，日头先来讲啊来变红色的，所以咱来讲雾的带，啊所以石的去了后，伊所反射出来这顶。变成啊，所以咧，较家讲叫做风。啊，因此后来个照着即个风景来咧形容讲，啊，一个繁华的都市，做闹热的都市，啊，就是叫做风。但是因为在即个繁华的都市咧，安尼马车行来行去，啊，做生意人安尼走来走去，哎，伊到底是拢会做会啥？过去乾隆时代有嘛捌去一个。街啊，哦，迄个河顶面啊，你啊，搭咧看船，安尼走来走去，爱问一个小师啦，啊，问即个小师讲啊，小师啊，到底因这个船走来走去，一个无用啥？啊，小师就甲皇帝讲啦，讲啊，当然无用，这个人咧无用，我甲无用去，迄个物啦，甲伊啊，所以共款意思啊，迄马车走来走去啦，吼，啊，生意人安行来行去，伊安尼无用。所以咱咧讲风，就名啊，你惊着名利咯，是讲伫咧当然咱这世间啊，所以后来在即个家内底咧，较家照着即个风景咧，来讲叫做世间，或者是俗，吼，就安尼就。啊，因为咱即个世界所看会到的所有物件咧，你切有形象的物件，到尾啊，拢是会安怎变成。哦，咱就讲咱即个运动，咱即个天运动，也许200公了、300公了，啊已经安怎看去了，后来讲标咧，这真啊是去，等下讲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到尾怎么变？哦，变成做土，哦，变成做红灰刷，啊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美。当然，安尼讲，咱这世界就是。世界就是美平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咧，咱人嘛是共款啦。咱人就是食土，啊，到尾咧嘛是归土，啊，尘归尘，啊，土归，啊，所以这个都是美平的世界。啊，那为什么来讲叫做是假？咱看到物件，这拢是假。啊，为什么来讲是假咧？因为咱国家讲啊，讲这个就是叫做有违法，有违法，封定就是一个有违法。咱看到物件，这拢是有违法。啊，因为这有违法的意思，就是讲包括着咱的讲名啊、字啦，是繁华都市啊、世间也好啦，或者是美平，咱看到的这拢是因缘合合而生的一切法。啊，既然叫做因缘合合生态，会引起即生，啊会变的。这个到尾怎安怎算？到尾怎无去啊？所以呢，世尊在这个《金刚经》内底讲一句，讲一切有为法，妄观泡影，如露平地，应作如是观啊。讲一切有为法，咱看对这个物件，因缘合合的一切这个法拢是安怎？
关泡影，亲像做梦，亲像一个幻影，亲像一个水泡啊，亲像一个咱的这个影，安尼亲像露水，哦，亲像一个闪电，拢刹那之间就无去，安尼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较甲讲啊，讲这叫做是假物件，是因为伊有这个因的了，啊是平时啊，啊到这个因的消息的意思，无法哦，啊所以是叫做互咱假，哦假业，安尼因此较甲伊讲，这叫做是假业。即便讲啊名甲这个名虽然讲是无灵无对，但是伊到尾啊，随着咱人的消息看，咱若无咱家己甲想看卖吼，好好的思考一下，咱咧厝内面咧拜祖先，一般若种有服侍这个神位的人啊，咱这个神位拢采对是哪？是拢采正的咯吼。啊，咱的祖先咧，啊采边啊？哦，大家拢是安尼嘛。后来，啊，咱的爸爸咧知嘛名吼，咱的阿公、阿公阿嬷咱捌啦吼，啊阿祖捌嘛，阿嬷到阿祖尔咧，咱家己的祖先咧，咱若是我袂到阿祖，一定拢袂记得，何况讲哦，就是个曾祖啊一代第五代，你袂记一字啊嘛，是毋是咧？啊，所以这个名嘛是会无记啊。啊，所以咱来甲讲啊，凡是在这个世间的一切拢是假的。啊，既然叫做假物件，是因为它的物件是真大的，所以伊会变化，而且是变化啦，无有常处。你袂当定定留条的。啊，至于讲要留时间偌久，啊嘛毋知影咧。哦，也是。一日也是2日，也是50担、100担、1000担，拢无一定。咱个用咱人来讲过啊，有的囡仔出世了，看着声连碗都无安怎？再见，有无？有啊。到尾多少岁？有多少岁？到100岁、100岁，啊，统统不一样。啊，至于安怎当去的，啊嘛毋知影。有的形容了，无拄好。啊，有诶是咱看诶是啊，有诶是自然换倒来，拢总是无共款，所以常变甲着不变，啊无共款，所以较家叫做是安怎？叫做是无常，哦，无有常住。啊，所以咱人吼，就是讲啊，开头开始有了后，终归到尾啊，变做哦，啊咱一家人有缘来斗阵。将归到尾嘛是安那，你行你的路，我行我的路啊。敢会当讲斗完了，招做伙转去？无啦，无安尼嘛吼，可能讲夫妻本是同年了，来大汉还是各自飞啦吼。所以呢，这是电联车这2冬外前吼，迄阵咱疫情还未开始的时阵吼，因为咱南北坑就是高雄遐南北坑，咱有火塘嘛，还有火塘，咱咧生活的时拢坐火车，啊早拢开车啦，尾后段坐火车较轻松。啊，若要倒来呢，拢坐火房车10点外，倒来到中已经11点半吼，时间会拖较久，吼。啊，这是坐火房车，伫南北溪走来底，每台坐地面有无吼？啊。大家拢去看啥？看手机啊！看遐无啦，无咧拄久啦吼，啊无咧足迹90%拢咧看手机啊。即摆人就是安尼哦。啊，安尼坐到底呢？坐到星期来到星期3，安尼都一站到到星期到星期3，要坐到底？坐到2点的时阵，平拢有啦，佫一个啦，啥物啦？练体力啦，就是好事嘛。2点啊！到2点坐到2点，啊你敢爱落来？啊嘛是爱落来啊！你咱厝边，你到2点之后，咱厝边住2晚头啦，那个对2点钟晚头。
尾啊，拢会注意，哎，所以袂当上这叫做啥？叫做邪气。啊，所以咧，咱咧讲这个风，实际上就是假，咱来讲叫假。就咱讲咱这个人就好啦，咱讲人都有一个真人，甲一个假人嘛。啊，假人这个肉体啊，伊是因的主要组成的。哦，啊，咱人的这个灵性呢是不生不灭的物件。哦，啊，所以这个肉体叫做臭灰咯，互咱讲究的，哦，讲究的。所以在这个传道书是这个啊，一本册啦。伊内底讲话就是咧形容着咱人这个肉体。哦，啊，为啥伊要照着这段来讲咧？伊嘛是讲咧鼓励因这个教导咧，伊嘛讲，因为毕竟咱人生有寿嘛，啊，这辛苦也袂当永远毕业啦，啊，所以就照着这段话来鼓励伊个教导，来好啊去行道，去行道。所以伊安尼讲啊，讲因缘这段因缘破咧，啊，干啊伫咧山边笋桧，水轮伫咧井口破烂。因土人为地，地人为树林的事。啊，这到底是咧讲啥？其实伊会照着这有形上来咧形容着咱这个辛苦。伊讲因缘，就是咧指咱人为波内底辛苦，波内底这神经系统。啊，神经系统就是到尾啊，到歹，渐渐就坏掉了。啊，这个金冠呢，金冠好咧就是讲这个话。这是为这个外，啊，干啊，伊咧山边看，因为这后壁有写着水路，伊井口，井口就咧爱抽水嘛，水路就咧抽水嘛，啊叫化。简单讲，这个是宇宙完全当中无状态。啊，所以咱当这个辛苦就是讲伊有生老病死，安尼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到尾啊，当咱人真正要成骨。那种规划有伊一个干啊，啊内底有伊不好，个空间也不好。啊，那土葬的呢？土葬的，甲待落去了后，经过数十年、数百年，到尾也是讲话，所以就变成尘土，尘归尘，归土。所以咱这辛苦是拢会变嘛，我有一个笑话安尼讲，一讲一个阿公甲因孙仔一个3个孙仔啊伫遐咧聊天，啊，然后因孙仔就用阿公一句话咧，问安怎来讲？阿公啊，这个人讲一句讲人生70才开始啦啊，到底是咧开始啥物话啊？这句咱定听着啊，是咧开始啥物话？因阿公安尼甲伊。啊，人生70才是开始着，各位阿达碰着病啊，腰酸背痛啊，听啊，这个老啊一人来啊，甲着安尼嘛是，甲咱作弊但是这个病啊，袂着讲是拄啊1早，不是个人反正一句话是一个正面的正能量，大家开始讲，到70岁人就开始腰酸背痛啊，痛啊，在各位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到尾一定咱有依无，但是有一个历史的是啥物？就是咱人，咱人的，所以咱常常安尼讲，咱人饱的，咱今有求道只好啊，修道办道是指会当亲口所证，饱的了，咱一定会做那个。咱讲西方啊，西方是咱的国家乡啊，咱有一个老母啊，叫做老母娘啊，老母娘，所以伊个讲，灵因归于属灵的神，遮甲所讲的神，其实咧讲啥？讲咱讲上帝也好啦无咧，无嘛是咧讲咱老母娘，嘛是咧讲生咱人灵是所以这一句话，较最主要就是咧讲，咱这辛苦嘛是一个假。将伊搞起来，本来最后是安怎当好啊行道，然后倒转咱的国家，叫做登西方倒转，回去，
啊，咱故乡把咱倒转去嘛，咱敢是讲我要去故乡，袂啊，真是讲互拍，去故乡去青了，哦，我伫遐才出世，我伫遐出世，啊，若要去青了，我嘛袂讲我要去青了，讲我倒转来青了，我要倒转来青了，哦，啊，讲要转西方，就是讲因为咱故乡就是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免倒转，哦，啊，若讲要去西方，就一定啊啦，讲咱原来是伫遐啦，哦，啊，伊意思是安尼。不是讲因为虽然讲皇帝是一个假景，但是呢，咱的重心拢会摆埋在这个皇帝。有当时咱拢会安尼讲啊，讲这个皇帝会甲咱买，其实皇帝敢会甲咱买着，应该毋是。伊是一个外在物件，不管讲伊是生做安怎，你个咱就是讲啊，一支刀啊，到底伊是好的物件还是歹的物件？是恶物还是善物？其实伊并无所谓啊，善甲着即个恶，完全介在讲啊，咱人摕着了后，要安怎去甲使用啊？哦，啊，亲像讲，有个人摕一支刀要杀人，哦，还是要杀猪啦，哦，但是呢，咱若即摆摕来切菜。就做这个可以来分享咱这个东西，咱这个精神，就无共啊对无？这支刀伊的作用就无共啊。啊，所以重心摆着在皇庭，毋是皇庭来伫咧甲咱摆了。啊，为虾米重心的摆着在皇庭呢？因为咱拢会甲当做是真。哦，啊，所以就会去追求，因为外在物件拢会去追求有形象的物件，因为光明是真诶。啊，咱所享受的这外在物质是真诶，但是既然咱知影讲皇庭假景是假景，所以如果人生若当追求光明甲享受，我则来是安尼写，逐志追求，伊毋是讲甲咱讲，而且咱来讲吼，咱毋通来顾趁钱，并毋是叫咱毋通趁钱，哦，其实钱够重要，有啊。无钱敢会当收用地淡啊，对无？无钱这身躯要咱挂落去，但是上较重要，咱莫互钱用。咱爱来用钱，莫叫钱用。趁钱并无毋对，问题看咱安怎趁钱。所以人讲老祖则讲啊，爱财，君子爱财，安怎处之有道啊？哦，无办，正道拢毋是问题哦。但是若讲大家要追求光明甲着享受呢，到尾啊，必以虚空为结局啊。咱趁较济嘛是共款啊。哦，即使讲像我海朋友，到尾啊，伊敢倒来等于还是没有啦。啊，命即摆伊嘛是有啊，啊，到最后还是以虚空为结局啊。所以为一个国王啊。啊，因为在上任了后，伊看到伊这老百姓哦，讲只有咱过了真艰苦啦，所以就发一个慈悲心。你嘛讲，啊，伊会当用这个土地哦，要互一寡人来使用。哦，甚至呢，搁安怎讲？讲只要讲咱伫咧伊甲发布一个公告讲。咱伫咧某年某月某时吼，啊来咱即个城市啊，伫某一个所在来遮等，然后就为透早几点开始走，一直走，走到暗时啊黄昏的时阵倒转来，几点的时阵倒转来，哦，拢限时间的啦吼，拢限时间，啊倒转来，啊你看走偌远，遐土地拢属于你，哦，咱多钱钱，咱若就听着咱敢要去走。就叫咱走啊，走袂足紧哦，就叫咱讲走啊。啊，其中一个啦吼，这个替咱正好吼，就是讲哇，即声伊报名咧，伊要来参加。啊，一个参加呢，就开始嘣一声开始就安尼走足紧哦，一直走一直走，哦，拼死命走，啊走到已经中昼过啊，啊搁咧走，啊走到日头要落山，伊忽然间。我醒起来讲啊，袂使，我一定爱翻头，因为伊佫规定一条，就是讲啊，若准到即个几点的时阵无倒转来走，拢无事，拢
拢总无算啊，所以就啊，袂使要无咧，佮安尼想，啊，怎咱就倒去吼，减走足济咧，讲啊无佮加减啊走过啊，我赶快就走到尾啊，哦啊，无倒转来袂使啊，往头倒转来，但是已经二作啊嘛，啊二作要安怎？就拼死命吼，伫拢世上啊，拢已经无啥体力啊，但是拢到尾来，已经时间到，拄啊好走到终点。但是走到终点的时阵，就精疲力竭，完全拢无气力。哦，啊，大叫安怎倒去？啊，倒入去我无去啦，人讲叫转去啦。啊，转去咧，咱即个故事看得了讲，实在是看得也真有感啦吼啊，互伊拼甲安尼，啊，结果就讲叫挑皮。就安怎就享受着对无吼，所以想讲啊，无安尼，有哪注意一块地啦，大块地，像棺材遐大地，都爱当大的所在。所以后来人甲讲啊，讲这个做啥物呢？叫做讨得一官之地。我们搞遐找一个一官之地啦，既然这个一官之地，讲实在容易，搞遐哪拢做。啊，咱呐，就是安尼啊。哦，众生追求名利，当啊追求名利，功名养性呢，到尾啊，那是以功名利。